駁論嘅話，我哋通常咧會做一樣嘢咧叫關聯式駁論。關聯式駁論就係適合咧因素之間嘅駁論嘅。咁如果係問緊咧兩個因素之間邊個勁啲，咁我哋就會咧去做咧關聯式駁論啦。我哋就會有3種關聯式駁論嘅方法。第一就叫做出現或者消失，我哋可以打2個剔落去嘅。第二啦，叫加嘅同埋減弱，會比較咧少用啲。得最少嘅話就係變質啦。好啦，咁接下落嚟咧講個生活化嘅例子咧，大家就或者咧會明白多少少嘅。禮拜2嘅時候咧，戚老師就好開心啦。OK，咁去咗咧睇咧演唱會，咁我就去咗睇5月天嘅。咁呢個係一個 fact， 係一個事實嚟，係嘛？咁我要導致呢一個結果咧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。咁我舉3個好冇？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。咁5月天咁有5個人啦，係咪？咁咪叫6月天、7月天啦，係嘛？咁其中咧第一個啦，但係咧好中意咧主唱嘅。OK， 主唱大人阿信好吸引、好正咁樣。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。好啦，第二個原因。我諗即係大家就算零零後啦，我哋咁點都有聽過一兩首5月天嘅歌，係咪？倔強咁樣逆風的方向，咁最適合飛翔係嘛？再唔係你而家畢業點都會唱乾杯嘅係咪？咁我話啲歌曲歌詞好吸引，令到我去睇。好，第3個原因啦，但係呢個 vibe 好正。而家零零後嘅時候都講 vibe 係咪？個五迷嗰啲氣氛係非常之正嘅咁樣。而家有3個原因去導致咧我去睇5月天呢件事，原因導致一個結果。好啦，我而家要去做駁論啊嘛，做駁論我就要講邊個原因係最重要係咪？咁唔使講啦，喺我心目中一定係阿信係最重要嘅。好啦，咁我哋開始嚟做駁論啦噃。咁我而家要駁咩咧 ？A 導致 B 出現 ，A 就係阿信 ，B 就係啲歌曲同埋歌詞。好啦，咁我就會話啦，阿信係重要過啲歌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啲歌係佢作出嚟噶嘛，啲歌本身唔存在，但係因為有阿信 ，OK 填詞人創作咗啲歌 ，A 導致 B 出現。好啦，然後我再駁啦，我話阿信其實係重要過五迷嘅氣氛嘅，五迷啲氣氛其實好好噶啦，大家會整蘇粉，你睇演唱會大家都會整嗰啲即係牌啊、橫額啊，大家都成班神經病咁樣啊 OK。但係咧，因為佢好識得拿捏個氣氛，令到個情緒咧更加高昂，咁所以咪由本身大家已經好 high，但係變成咧更 high 去到100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玩起上嚟嘅時候就係 A 導致 B 出現，A 導致 B 消失，A 導致 B 加劇，A 導致 B 減弱啦。